lifting the stuff from a robot. 頭先你係影起嚟喎。嗱，你看影一幕。很荣幸为您服务，在屏幕上点击关门键，我会自动关门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跟我合影哟。我现在拍你的视频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謝謝。哦，係俾你影嘅咩？哇，甩身。您虽然上电梯时请让一让，我还在工作，请不要撞到我。效率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安全第一條。我要上電梯啊！你不要你就說。冇閂咗個門氣啊！你睇佢做乜？你可以撳電梯？唔使，係自己撳咗嘅，好犀利嘅。你睇，電梯一到咗，你睇自己識入嘅。電梯未到，升降機未到，你再等。佢自己撳嘅，冇人嘅。到咗。叮當。我机器人避让中，请行人快速通过。哇塞！